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马底的积水下袂掉，南投的头社水是淹甲骹后倒。南投的山区昨下晡熊熊上大雨，位伫个头社南马地，因为积水下袂掉，一度是淹水淹甲骹倒悬，这个道路拢变做溪流咯。在地乡亲只好是搭迄个塑胶珠啊，冒险撩水来出入。啊，囡仔人唔知影天地几斤重，看到积水，颠倒是欢喜伫遐咧耍水。这个积水伫个深夜慢慢啊退掉，加载无造成损伤。南投山区昨下晡一场大雨，伫个头社南马地，因为积水透袂离，煞来淹大水。囡仔人看到淹水，真欢喜。七头米啊，摕咧就开始加耍水，只是大人就开始化艰苦咯。连来收费游客出入拢爱真细致，就惊无好会跋一倒。这要怎么过去？直接走过去就可以了。会不会有鱼啊？会啊，可以直接抓鱼。你如果踩到就可以抓回去了。人下晡行程是要来赏花，伊煞叫人来掠鱼，因为附近的排水系统无法度发挥作用，规片的金江花海即嘛真正浸伫海底。雨并不大，大概50-60毫米而已。我们本来也以为不会淹水的，结果水就越淹越深，淹到大概要过膝盖了啊！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，这场大雨果然到尾暗嘛就化冻，而且积水还伫咧半暝慢慢消退。不过下晡熊熊一场大雨，已经压甲当地居民拢咧叫唔敢咯。